発生。地震啦！強い揺れに地震啦！備えて飆到啦！ください。気象庁。搖搖地，係一震就即刻嚟嘅咯喎，喺度做緊功課，突然之間地震喎，唔知幾多度啊！佢係咁響咯，跟住啱啱嗰個平板同埋嗰個手機都有響，跟住仲有咩睇啊？請保持冷靜，並尋找附近的避難所。好冷靜，屋企就係最好嘅避難所。因為呢度就算係我而家住係12樓，但係佢搖都唔會有問題嘅，係安全。外梁嗰度震。今日係幾多號啊？5月2號禮拜六。啲人過到嚟大阪旅遊應該體驗到啦，今次我都嚟咗1個月，而家先開始震。